爸救我！我不想死。小峰，你也别怪爸狠心，要怪就怪你那个死去的妈。10年前，她临死之前非要把遗产留一半给你，如今你也快18岁了，必须要死。把钱我给你，但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放过？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。楚天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我怎么变成小时候的模样了？难道我重生了？2014年，我回到了8岁的时候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妈还没死。阿姨，我的母亲在住院，我想去医院看望下母亲。今天的工资我想结算一下。小峰，这是今天的工资，你拿着。阿姨，我一天的工钱是100，您多给了。小峰，100是你的工资，这100是阿姨给你的奖金。你妈现在住院，到处都需要钱，你别跟阿姨客气。阿姨，谢谢您，以后我赚了钱一定报答您。小峰，快起来，别跟阿姨客气，你赶紧去医院照顾你妈。老板娘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？这孩子是个苦命人，摊上了一个人渣父亲。人渣父亲？对，这男的趁着老婆重病，不但不救，反而找了个小三儿，为了不想分财产，故意拖离婚官司，就是想拖死老婆。可怜这孩子才8岁就出来打工赚钱给母亲治病。这年头还有这种人渣，畜生啊！小峰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没有妈，我就是好想你，好想你啊！好一对母子情深啊，看得我都想哭。这有什么好哭的？这不都是沈清雪这个贱人自找的吗？谁让你们来了？小王八蛋，你怎么跟爹说话的？爹？楚天，你这种抛妻弃子，为了钱连结发夫妻的命都不管的败类，也配当爹？小王八蛋，看样子我很久没教训过你，你皮痒了。楚天，你要是敢动小峰一下，我就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。老公，别和这种人计较，正事要紧。对，正事重要。沈清雪，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，只要你签下这个合同，医药费我立马就转给你，你跟你儿子也不用受苦了。自愿放弃夫妻所有财产，楚天，你别做白日梦了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签这个合同。这笔钱我要留给小峰。沈清雪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前世，母亲就是为了我，到死之前都没有签这个合同，以至于没钱治病，最后死于非命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个命运。妈，咱们还是签吧，你的身体最重要。等你好起来了，我们慢慢赚钱。对，咱儿子说的对，钱可以慢慢赚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行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这笔钱我一定要留给小峰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贱人，好话不听是吧？那我就给你点教训。小峰，老公，你干嘛啊？咱们来这里是协商的，你怎么动手啊？我这小王八蛋自己挡在前面，我就轻轻一推。好了，咱们赶紧走，别到时候赖上我。沈清雪，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明天你要还不答应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峰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妈。妈，我没事。我这是……小峰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事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小峰，你原谅妈，妈真的不能签那个合同，一旦签了，以后你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。妈走了没事，但妈不能让你一个人流落街头啊！妈，我知道
我知道。小风，你母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，恐怕有生命危险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凑齐医药费的。小风，这点钱是我们医院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份心意，你拿着。不行，医生，您已经对我们家很好了。拿着，别跟我们客气。谢谢。小风，这是我亲自给你做的平安扣，保佑你妈平平安安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吧。难道我觉醒了什么异能？老板，小朋友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老板，我想问问，您收铜钱吗？铜钱？1784年的乾隆通宝。不错，是1784年造的乾隆通宝。小朋友，不知道贵姓？老板，您喊我小风就行。好，小风，这铜钱确实是真的，不知道你要卖多少？铜钱上面写着是1500到2000，我不能报最高，要不然老板没钱赚就不会收了，但也不能报低。老板，1800，您看怎么样？1800，这就冲你年纪轻轻如此识货，我就不砍价了。1800，我要了。这是货钱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你以后还有什么好东西要出手的话，你记得来找我。好，谢谢叔叔。大财，大财啊！要是我儿子就好了。看样子我真觉醒了异能。既然有了这个异能，那我要好好发挥一下这个能力，早点赚到医药费。都说获得异能后捡漏跟喝水一样简单，怎么我一扫，遍地都是假货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赶紧给妈妈争医药费，要是再找不到好东西，就耽误了治疗时间了。下3秒银元，年份1932年，价值8万到10万。终于来了！去，哪来的小孩？去一边玩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老板，什么叫耽误做生意啊？难道小孩就不能跟你做生意吗？生意？你这么小还懂做生意啊？你有钱做吗？有没有钱得看东西啊，东西好肯定有钱，东西不好一分没有。嘿嘿。哟，有意思。那你看，不管看中什么，我也不欺负你，绝不乱开价。那就先谢谢叔叔了。叔叔，这个多少钱？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东西越小就越便宜啊？故意拿个最小的。这不争馒头争口气，我虽然没什么钱，但也要争口气。算了，我也不蒙你了，省得别人说我欺负小孩。这玩意儿你要的话，给500吧。啊，500？这……你不会连500都没有吧？叔叔，我就100。100？算了，就当我倒霉，先开个张吧，100拿走。老李，你可真行啊，小孩子都骗。你那玩意儿不是上周花几块钱在村里收的吗？转手卖人家孩子100，你真行。去，什么几块钱收的？你自己没开张，别眼红我。还有，这古玩街上没有什么大人小孩，货钱两清，概不相欠，这是规矩。对，货钱两清，概不相欠。小峰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难道是觉得刚才的价格不满意？不，张叔你误会了，我是拿货给你看。货？这……下三鸟帆船银元，32年造，
这好东西啊！小峰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偷了家里的东西了？张叔，我怎么敢偷家里的东西啊？你要不是偷的，这东西你哪来的？这呀，这是我刚才在古玩街淘到的，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。什么？在古玩街淘的？哼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各位同僚，刚才有没有谁卖了1块银元给一个孩子？张老板，我卖了1个银元给孩子，难道他是你家孩子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立马退钱。这真的是你收的？如假包换。没事儿，不是我孩子，不用退钱。大财大财呀！张叔，痛！对不起，叔叔也是太激动了。张叔，我等着钱用，您看这值多少？你一眼就能淘到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也不跟你玩虚的。这东西市场价是8万到10万，你看你想卖多少？张叔，我想卖10万。张叔，您别误会，我知道买卖东西多少要给别人留一点利润，但我急需钱，我母亲需要一笔医疗费。您放心，等凑齐手术费后，以后不管淘到什么好东西，我都以8折卖给您。手术费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新闻报道的为母打工的楚风吧？哎呀，你看看我做的是什么事儿！小峰，你张叔这辈子最敬重的就是有孝心的人。这200块是之前铜钱的差价，至于这枚银元10万块我收了，我待会儿就给你打进医院账户里，你看怎么样？不，张叔，您能10万块钱收我已经很感激了，这200您千万别给我。不行，你都喊我输了，我能赚你的钱吗？听话，小峰。张叔，谢谢你。快，孩子，快起来。张老板，你不是不收徒吗？怎么大清早就收徒了？哟，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件东西想让你帮忙长长眼，没想到撞到你在收徒。如果忙的话，我就先回去，下次再来。不，徐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倒是想收他当徒弟，但我没资格。没资格？张老板，您就别谦虚了，您可是古玩界泰斗人物啊！好了，张老板，先帮我长长眼吧，这事儿对我很重要。好，小峰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等我忙完再给你打钱啊。没事，张叔，您先忙。徐若雪，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呢？对，是他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就是我那个人渣父亲的老板，市值1000亿龙腾集团的创始人徐若雪。好，唐寅的字画少见的很啊。徐总，您应该花了不少代价才换来这幅画吧？张老板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辣啊，不知这幅画是否是真品？张老板，你可要看好了，这幅画是我们家徐总送给总督大人的，要是打眼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明白。不过唐寅的字画本身就十分稀世，我这辈子也就看过1次真迹，所以不敢打包票。没事儿，张老板你看就行，不必有压力。好。唐寅的字画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唐寅字画临摹，年代1843年，价值20到30万元。介绍：此画乃清代名家临摹之作，其仿品虽真，但气韵不贯，山水之间更是欠缺些许画力，但不失为一件精品。没想到竟是一件仿品。张老板，此画如何？此画大概率是真迹，但什么？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是真迹就行，至于少了点什么，这古画毕竟流传了几百年，怎么可能没点异样？有道理。既然张老板觉得大概率是真的，那应该不会是赝品。不对，哪来的小孩子，胡闹什么？万特助，小峰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吗？徐总，别看这孩子小，但这孩子天赋异禀，说不定真看出了什么东西出来。不如听听他的意见。什么？让我们听这个小屁孩的话？
住嘴！徐总，你不会真的要听？给总督大人送礼的事情关乎我们公司的未来，此事不容马虎。可是张老板都开口了，你担心什么？小朋友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异样？要是能和徐若雪这种大人物认识，对我的商途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这个忙我一定要帮。姐姐，张叔，你们没有发现这幅画气运不通吗？你别说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在哪儿了。唐寅唐大师被誉为江南4大才子之一，其作画水平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，因此他亲自做的画应该是气运连通，贯穿长河。而你们看看这山水之间，明显有一种吃力感，这一点从笔墨的深浅就能看出。没错，气运不通，气运不通。张老板，那这幅画是假画？不是假画，而是高人仿制的画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幅画应该是清代名家画师临摹出来的，虽不如唐寅真迹，但也算是一幅上等之作。什么？没想到差一点就酿成大错了，还好有张老板和这位小朋友。哎呀，主要还是小峰，我也差点鉴定错了。小峰是吧？姐姐。今天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徐若雪从来不欠恩情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立马给你。龙腾集团董事长的恩情，我可不能随便用掉。姐姐，您客气了，我也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真能帮到您。我妈说过，施恩莫求报，所以您什么都不用给我。没想到一个孩子竟有如此品德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当我徐若雪欠你一个恩情。张老板，既然鉴定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您忙您忙。徐总，画。送给小峰。你小子捡到宝了！这画虽然是假的，但也值20-30万。这样，我按30万收。谢谢张叔。谢什么？这都是你自己赚来的。30加10， 40万！妈的，手术费有了。密码6个8，里面有40万，你拿好。你个贱人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签不签？楚天，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个协议我死都不会签。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沈清雪，你别逼我动手啊！动手？你有本事打死我呀！贱人！老公，别和这种人动手，不知道。可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还以为我治不了他。杀人何必动刀？什么意思？沈清雪，我劝你呢，还是乖乖的给我签下这个合同。你要是不签，行，那你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。说了，我不签，这钱是我留给我儿子的。沈清雪，你不会真的那么天真的，以为这笔钱能到你儿子手里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按照法律来说，你一旦死了，抚养权自动到我们手里，而你留给你儿子的钱，需要你儿子18岁以后才能继承，你就能保证你儿子能活到18岁？江倩倩，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下，我死都不会放过你们！不放过我，那你也得活到那个时候啊！对，倩倩说的对，你得要活着啊！你要是死了，那楚风那个小王八蛋还不是任我宰割？沈清雪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你现在签下这个协议，我保证你既能活下去，又能看着儿子长大。要是你还不肯签，那我就让你们母子早点在下面同源。别浪费力气在这里了，赶紧考虑吧。楚天，虎毒都不食子，
楚风再怎么样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敢？哈哈哈哈哈！儿子，沈清雪，我连你都不在乎，还会在乎他？你！沈清雪，签下协议，我保证不动楚风，要不然就别怪我心狠了。我签，你们不能伤害楚风，不能伤害他。放心，我们也不想闹出什么麻烦，只要你乖乖签字就行。小风啊，妈没本事，连这点钱都不能帮你守着了，妈没用了。赶紧签，别磨蹭！给我住手！妈，你没事吧？这些人没有欺负你吧？妈没事。楚天，你们又来医院干什么？小畜生，我们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就是，眼看都要签字了，你这个小王八蛋竟然出来捣乱！我懒得跟你们2个人渣废话。保安，保安！怎么了？这2个人非法闯进我妈的病房，还动手打我妈，你们不管的吗？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放你妈的屁！保安大哥，你可别听这个小王八蛋乱说啊！我是这个病人的前夫，我过来是商量离婚协议的。前夫？离婚协议？不信你可以问问病人啊。沈清雪，你好好考虑清楚再说话。对，他是我前夫。妈，对吧？我怎么可能擅闯别人的病房呢？既然是商量离婚协议，那你们就当着我们面商量吧，以防出什么意外。沈清雪，赶紧把字签完，签完我们立马走。就是，我们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太久。妈，别签字！小畜生，你给我闭嘴！小畜生，昨天还一副母子情深，怎么，今天为了钱，连自己妈的命都不要了？哼，要不然怎么是小畜生呢？为了拿到遗产，连妈的命都不管。楚天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吗？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既然你在乎你妈的命，为什么又拦着你妈签字呢？要知道，你妈一旦签下名字，你爸立马就会拿手术费出来。你现在拦着不让你妈签字，不就是怕这笔钱没了，以后继承不到你妈的遗产？放屁！我妈的手术费我自己有办法，轮不到你来管。小畜生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你知不知道手术费要足足40万啊？你一个8岁的孩子哪里搞得到这么多钱？这可是40万啊！你别说40万了，你就算能搞到4万块钱，我都当场给你磕一个。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是能拿出40万，你当场给我磕一个。对，你要是能拿出来，我这个当爹的现在给你磕一个。好，那你就睁大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小王八蛋，你年纪轻轻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老公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随便拿一张卡出来就是有钱了？那我包里还有几十张卡，我岂不是首富？哦，我真以为他有钱。哼，一个8岁的孩子，就算是偷也偷不到这么多钱吧？对，还是倩倩你聪明。你笑什么笑？难道我说错了？有没有钱，刷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叔叔，您能帮忙喊一下护士姐姐过来吗？告诉她我要交一下手术费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喊过来。装模作样，装没装？等护士来了，一刷便知。哪位要刷卡？看我干什么？是他要刷卡。他？小风，你别乱说话，你怎么有钱啊？这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连吹牛都不会吹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赶紧让你那个快要死的妈赶紧签字吧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看什么看？还不服气？不服气你赶紧刷卡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拿得出拿不出钱。好，我刷卡。姐姐，密码6个8，里面有40万，正好是手术费。小风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没，姐姐，你帮忙刷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吧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有40万？小东西，你是不是偷钱了？
偷？且不说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偷到钱，就算能偷到，你告诉我哪里可以偷40万啊？总之，你这笔钱一定是来路不明的。对，你不可能一下有这么多钱。告诉我，这钱是哪里来的？你要是不说，我马上报警把你抓了。我怎么弄到这么多钱，不劳你们操心。至于报警，你们想报随时可以报，但是别忘了刚才的赌约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赌约啊？就是小年纪不学好，净学些有的没的。你们是要耍赖吗？什么耍赖？我就没有跟你赌过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子刚才清清楚楚的听到了。要是人家孩子能拿出钱，你当场给他们磕一个。怎么，想耍赖了？就是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连小孩子都骗。赌不起就别赌，耍什么赖啊？你们放屁！我没有赌，没有，兄弟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履行赌约，要不然我们弟兄几个可不会让你安全的离开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他们下跪！对，下跪！你们信不信我告你们？你随便告，但是今天你必须下跪。你还是赶紧下跪吧，要不然他们真的会动手。他们敢！你看我敢不敢就完了。让我给这个小畜生下跪，我怎么跪得下去啊？看样子你是需要我们帮忙才肯跪是吧？弟兄们，在，帮这兄弟梳梳骨头。是。我跪。那就赶紧的。小畜生，够了吧？不够。你刚才你可是说了下跪磕头，现在下跪了，头还没有磕。非要咄咄逼人吗？咄咄逼人？楚天，你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？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？我磕！赌约我已经履行了，你们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哼，腿长在你自己身上，想走自己走呗。你们给我记住！哦，记住是吧？2014年8月6号，有一个人渣让我记住今天。你看，我全部录音了，记住了这一天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还有你这个小王八蛋，你给我等着！各位叔叔，谢谢你们。没必要谢，虽然我们也是男人，但面对这种人，我们也恨。就是。好了，小峰，你安心陪你妈，我们先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小峰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，但是你相信我，这钱肯定是干净的。既然你有苦衷，妈就不问了。妈相信你绝对不会做坏事。奇耻大辱啊！我一定要让这个小王八蛋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公，你先别管那个小畜生的事儿。我刚才得到了一个消息，关于龙腾集团董事长的。龙腾集团董事长什么事儿？龙腾集团的老总徐若雪要给总督大人送礼，谁知道买到了假货，现在急得团团转。这消息对我们有什么用啊？你忘了，我爸可是玉石界大师，只要他肯出马，那不就是帮徐总完成了一桩大事吗？一旦帮上了忙，你跟龙腾集团的合作岂不是水到渠成？哦，对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这徐总要的是古玩，跟玉石也没有关系啊。徐总要古玩是因为总督大人喜欢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总督夫人可是喜欢玉石。讨好总督大人的夫人跟讨好总督大人有什么区别呢？现如今手术费解决了，但手术之后恢复病情也要花不少钱，我得想办法继续赚点钱了。小峰，姐姐，怎么了？有个人打电话找你。打电话？找我？您好，您是哪位？小峰啊，你张叔。张叔，您怎么打电话到这儿了？这不是你没电话吗？我就打到医院来了。先不聊这些了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赶紧来我店里一趟吧。好，我马上来。
张叔好好的找我干什么？算了，先过去看看吧。张叔，小峰，你来了啊！张叔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不是我找你，是徐总找你。徐总？对，徐总这不是收到了赝品吗？他现在急需找个真品给总督大人送过去，所以委托我找你，想让你帮忙一起找货。我帮忙？对，当然，徐总也说了，不白帮忙。不管你看中什么，只要是真品，东西值多少钱，他按照真品的价格给你，当做鉴定费了。按照真品价格给我？对，这有钱人的消费观太牛了吧！徐总，您真的要找那个小屁孩帮忙找货？连张老板都无法辨别的东西，被他一眼鉴定出来，你确定他就是个小屁孩？可咱们公司旗下的一个经销商说，总督夫人痴迷玉石，他专程带了个玉石界泰斗过来帮您找玉，您又喊那个小孩来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心中隐隐感觉这个小孩能给我带来好运。好运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小峰应该马上到了，我们下去迎接吧。迎接？徐总，这没必要吧？你懂什么啊？对待人才，尤其是这种天赋异禀的天才，我们必须要以礼相待。爸，您慢点。楚天，这一次我可是连我爸都请出来了，要是促进了你和徐总的合作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家。倩倩，瞧你说的，只要我讨好了徐总，拿到了合作，以后咱们家就发达了。到时候你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真的吗？那就谢谢老公。倩倩，你看，那是这不是那个小畜生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什么？难道他知道咱们今天要找徐总，想过来跟徐总告状？什么？告状？对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好啊，小王八蛋，我没找你麻烦，你还先找起我的麻烦来了。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你爹。这便是龙腾集团吗？真豪华呀！小王八蛋，你找死啊！你干什么？动什么手？老东西，我教训我儿子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儿子，小凤，他是你爹？不是！妈的小畜生，你找死是不是？连老子都不认了！楚天，从你背叛我妈那天开始，你就不配当我爹。我不管你真是他的爹，还是假冒的，总之，你要是再敢动一下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哟呵，老东西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也配管我的事儿？老东西，人家父亲教训儿子，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来管吗？有这个闲工夫，赶紧去超市领几盒鸡蛋去吧！你们，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老东西，这是我的家事儿，你哪凉快哪带着去。小畜生，我问你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要告我的状？告状？楚天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喜欢用下三滥的手段吗？我告诉你，对付你，我还不至于做这种事。你给我住手！小凤，你没事吧？张叔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一个大人，竟然欺负一个小孩子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老东西，人家两父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别在这里多管闲事。老东西，我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小畜生，你要是纠缠不清的话，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？好啊，你来打呀！我今天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张叔，你别冲动，我们来这里不是跟这种人计较的。哟，小王八蛋儿，你还别跟我们计较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轮得到你们管吗？嘿，小王八蛋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这里是龙腾集团，你要教训也换个地方教训，要是被高层看到了，影响你身份。可这个小王八蛋怎么办？万一他要闹起来，势必影响我在龙腾集团老总面前的形象啊！
一个小屁孩而已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小畜生不是喜欢找保安吗？你不是认识龙腾集团的保卫科科长吗？喊他过来不就够了？对对对，小王八蛋老东西，你看我怎么弄死你们两个！王哥，你在哪儿？赶紧来打听一下，有个不知死活的小偷来你们这里偷东西了。小畜生，等着！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小偷来我们龙腾集团了？王哥，他就是他，这个小王八蛋。他？楚天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这么小，怎么可能是小偷？王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小畜生从小到大就不学好，就在刚才，不知道从哪里弄了40万出来。你说他不是小偷是什么？哼，岂有此理！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不学好，看样子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了。你是谁？给我让开！这位兄弟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孩子绝对不是小偷。不是小偷的话，他来龙腾集团干什么？就是，他又不是过来偷东西的，难不成来这里见董事长的吗？哼，你们两个人还真说对了。他之所以来这里，是因为龙腾集团董事长徐若雪徐总亲自喊他过来的。倩倩，你听到了没？听到了，这老东西竟然说说徐总亲自召见这个小畜生。别你了，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董事长是何等身份？他这种大人物会亲自召见这个小屁孩？哼，你真当我是3岁小孩？我说的是实话，真的是徐总喊他来的。不信，我跟你们徐总打个电话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倒要问问你这个老东西要干什么，还跟徐总打电话？你有什么资格跟徐总打电话？王哥，你跟这2个人废什么话？直接动手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对，赶出去。要是被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龙腾集团是菜市场，什么人都可以进。老东西，我不管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，总之现在给我滚出去，要不然怎么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来人，给我动手！我警告你们，我可是你们徐总的贵客。哎呦，妈的，死到临头还要招摇撞骗！老子今天不好好教训一下你，别人还以为我们龙腾集团的保卫科是吃素的。兄弟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张叔，小畜生，给我在一旁待着，惹毛了我连你一起打！徐姐姐，快救救张叔叔！给我住手！这什么情况？难道这个小畜生真的认识徐总？不可能，这小畜生怎么可能认识徐总啊？张老板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王大发，公司请你过来是维护公司的安保问题，不是让你在这里欺负弱小的。万特助，不是，我没有欺负弱小。没有欺负，那你为什么打张老板？是他告诉我这2个人是小偷，让我过来抓人。小偷？徐总，他是咱们集团旗下的经销商，也是帮忙找玉石大师的人。徐总您好，我是楚天。
你最好是给我解释一下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徐总，您可能误会了，这个小畜生他就是个小偷，我们也是为了集团安全着想，所以才让保卫科的人过来。对，倩倩说的没错。你是说我徐若雪亲自请来的贵客是小偷？对。徐总，您说什么？他是您亲自请来的贵客？怎么？难道我堂堂龙腾集团董事长会骗你不成？不，徐总，您说笑了。哎呀，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不知道这是您的贵客啊！我们要是知道的话，就算给我们10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动您的人啊！你们的账我待会儿算。小风，小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徐姐姐，没事就好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王大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龙腾集团的人了，自己收拾东西滚。徐总，对不起，徐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脑子有问题，求求您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。滚开！你连小孩子都敢下手，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带着你的人全部去人事那里辞职。你要是不想体面，那我就帮你体面。我还愣着干什么？非要徐总动怒是吧？好东西，老子被你害死了！我只是让你过来维护，没让你动手啊！是你自己动手，怪谁啊？你无耻！拖下去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他们的账算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徐总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您的贵客呀，您就大人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原谅？你喊人过来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原谅他？万特助，传我的命令。等一下，徐总，这件事是我们不对，但我们今天来这里主要是帮您去玉石市场挑货，为此我连我爸都请过来了。他可是玉石界泰斗级人物，有他在，保证您能找到上号的玉石，到时候您就可以讨好总督夫人了。对，徐总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您忙的。徐总，我这个女婿虽然有些地方做的不对，但他对您还是好心的，所以您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绕过他这一次？当然，作为回报，我一定认真帮您挑选玉石，保证总督夫人满意。徐姐姐，既然动手的人已经解决了，其他的事就算了吧，毕竟您还是需要他们的。小风，徐姐姐，您能帮我已经很感激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而耽误您的大事。好，小风，这一次就委屈你了。不过下一次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徐若雪就算是动用所有人脉，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徐总，既然事情解除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玉石市场吧。好，备车。小风，你跟姐姐一起走。这该死的小畜生，害我在徐总面前如此不堪。我很好奇，这个小畜生怎么认识徐总？而且看徐总的架势，是打算带他也去玉石市场。他去能干什么？说不定徐总想让他也帮忙参谋一下。什么？让他参谋？除非徐总脑子被驴踢了，否则怎么会相信那个小畜生的话？说不定，万一呢？你别忘了，这小王八蛋今天突然拿出40万，指不定有什么天赋异禀的本事。倩倩，这玉石行业可不是靠天赋就能吃饭的，这是要靠多年的经验和摸索。就算这个小畜生有点本事，但在玉石行业当中，他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对，还是爸考虑的周全。爸可是玉石界泰斗，有他在，那个小畜生就算有点本事，也只能干瞪眼。对，差点忘了这茬。爸，待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啊！我和楚天的未来全在你手上。放心，在别的领域我不敢打包票，但是在玉石行业，我排第2，
没人敢排第一。徐姐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玉石市场。玉石市场？对，你能一眼看出唐银字画的真假，想必一定是天赋异禀的奇才，所以待会儿你也帮我长长眼，帮我拿个主意。可是我对玉石不太了解。天知道这个透视眼能不能看玉石？没事儿，你只管长眼，买不买也是我决定，与你无关。好，那我就当学习一下。徐总，玉石市场到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徐总，要不让他在车上等，毕竟这玉石市场里的东西都挺贵，万一他不小心打碎了一个，打碎了我赔，轮不到你来管。是我多虑了。江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有贵客想要买点原石，这不，整条街就你家原石品质最好，所以带他们来了。各位贵客，请进，请进。老板，废话就不多说了，带我去你的货柜看看吧。好，这边请。这是我们小店新进的一批原石，有开过天孔的，也有完全没开过的。各位贵客们慢慢挑。江大师，我对玉石一窍不通，所以靠您了。徐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挑一个最好的玉石出来。装模作样，楚风，别人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，我是你爹，难道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？老公，你懂什么啊？你这儿子贼得很，故意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，明显就是想讨好徐总。小畜生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行水深得很。你以为你装模作样一下就能得到徐总的赏识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你们两个人说够了没有？徐总，我要不是冲着江大师的面上，你以为你们两个人今天能安然无恙的在这里吗？小峰没有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倒是咄咄逼人，真当我徐若雪说的话是放屁？不，徐总您别生气，我们不说了。对，不说了。哼。小峰，有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来？徐姐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慢慢看。吴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啊？哎呦，江大师不愧是江大师，一眼就看中了我们店铺里的镇店之宝。吴老板，都是熟人，就别玩宰客的那一套，直接说吧，这块石头多少钱？江大师，瞧您说的，我怎么会宰客呀？这块石头您要是喜欢，这个数10万。江大师您说笑了，不是10万，是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江大师，这还是冲你的面子，换别人，低于2000万我不卖。江大师，这石头怎么样？这天窗开得不错，我感觉有一定几率能开出传说级的帝王绿，就算开不出来，也能开出罕见的玻璃种。什么？帝王绿？对。好，江大师，您要是真挑出了帝王绿，这石头最终价格是多少？我照单给你一份。好，那就多谢徐总了。没想到这异能连原石都能看到。难道你看出了什么异样？异样？一个小屁孩能看出什么？徐总，您要是真心想挑玉石，您就付钱；您要是不信任我，大可让我走，而不是让一个小屁孩来侮辱我。就是啊，徐总，为了帮您，我可是连我老丈人都请过来了，他可是玉石界的泰斗啊！您不相信泰斗，相信一个小
小屁孩，您这不是打我老丈人的脸吗？徐总，我敬你是商业女王，但术业有专攻，这玉石行业可不是靠天赋就能吃饭的。他一个8岁孩子，懂什么呀？诸位不必紧张，我也不是不信，而是小峰作为我弟弟，我们姐弟说句话总没问题吧？哼！小峰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？那你快说。徐姐姐，虽然我不怎么懂玉石，但是我发现这块玉石表面纹理有些粗糙，一看就是常年被风化过的。我怀疑什么？我怀疑这块原石切出来后，里面裂纹很多，即便开出了价值不菲的玉石，但也打造不了饰品，买下来也是徒劳。什么？放屁！徐总，您要是不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可以走，但你不要这样侮辱人。就是徐总，您这太侮辱人了。徐总，我确实想巴结你，但如果你宁可相信一个8岁的孩子，也不相信我老丈人的话，我立马就走。我也不怕您取消跟我的合作。徐总，这楚风到底给您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承认他在鉴宝方面确实有点天赋，但这是玉石行业啊，这没有几十年的经验，根本看不出什么来。徐姐姐也只是问一下我，而我也只是随口一说，你们何必咄咄逼人？咄咄逼人！畜生，在龙腾集团大厅我忍了你，但在这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对，你一个连字都认不齐的人也敢质疑我爸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哪条法律规定年龄小的人不能质疑年龄大的人？在原石没有切开之前，你们就断定里面一定有货。好，哼，小生，难怪你爸会跟你妈离婚，有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，换谁都离。老东西，我敬你年长，不跟你计较，但你敢侮辱我妈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不客气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王八蛋能有什么本事。好，你要找死是吧？那行，那今天小爷就好好陪你玩一次。你说这石头一定能开出有价值的玉石，对吧？我今天就跟你比比眼力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下？好大的口气！放眼整个玉石界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。别废话，我问你敢不敢？你怎么不敢了？不敢就给我闭嘴，别在这里倚老卖老。放肆！好，今天老虎就豁出去了，跟你这个好好的玩一次。爸，今天我必须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小畜生。芊芊，别拦着爸，这小畜生要找死，就让他去死。江大师，我弟弟口无遮拦，您还是不要和他计较了。不行，徐总，现在这件事儿已经跟你没关系了，是我和这个小畜生的事儿了，我必须要教训他。老东西，就凭你也想教训我？你，小畜生，别废话了，你刚才不是下赌约吗？那咱们就定一下赌注。对，定一下赌注。好啊，我要是输了，我任凭你们处置；但你们要是输了呢？输？我爸可不会输。哼，话别说的那么早，万一呢？没有万一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从此以后退出玉石行业。不够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要是输了，立马给我端茶递水，磕头拜师，并且同步直播到玉石行业当中，让所有同行知道。你放肆，小畜生，你怎么敢？怎么，不敢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行，那就开始切吧。等一下，既然下了赌约，那你也别闲着，你也挑一块玉石。如果你挑的玉石比我爸的贵，那也当我们输；反之，算你输。你们这不是为难人吗？为难？是他先为难我爸在先，凭什么我们不能为难他？小峰，别答应他们。徐姐姐，没事的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你开始挑吧，别说我们不给你机会。10分钟内，你要是没挑到，也算你输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玉石界泰斗江大师跟一个小孩子比试。什么？江大师跟一个小孩子比试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哎，谁知道呢？咱们围观就行了。哪来的小屁孩，真不知天高地厚的。小畜生就是喜欢装模作样，一看就知道是外行。
我楚天好歹也是市值千万公司的老总，怎么会生出这种蠢货呀？找到了，老板，这块石头多少钱？小孩儿，我说你到底懂不懂啊？这些原石都是客户挑剩下来的剩货，年份久的都10几年了。你要是想赢江大师，还是去货柜上看看吧。没事儿，我就喜欢以小博大，您报价就行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这种人浪费口舌。你要是看上1000块钱就行。好，徐姐姐，麻烦您付个钱。你要是没把握的话，我现在带你走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，小峰。不行，徐总，今天这个赌约已经定下来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要把赌约进行下去。您要是如此偏袒他的话，我就……楚天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威胁我！我徐若雪想要带谁走，轮得到你管吗？我……哎呦，大家评评理啊！明明是这个小孩主动惹事儿，我爸被迫接受约定，如今意识到会输，立马就想借势压人，这还有天理还有道理吗？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，凭什么借势压人啊？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没问题，但既然开了口，就别想这么过去。就是，就算你有钱有权又怎么样？孩子做错事就该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而不是一味的包庇。你们！徐姐姐，别和他们计较，你相信我，我的眼光不会有错的。小峰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好，那我就听你的。谁说我们要借势压人了？小峰已经选好了石头，万特助付钱。好。小王八蛋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等这个小王八蛋输了之后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既然已经选好，那就开始切吧。对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个小王八蛋害怕的模样了。哎，对，老板，别浪费时间，赶紧切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切。小王八蛋，你睁大狗眼，好好看看自己怎么输的！
行吧，听你们的。你们说这个小孩选的石头会不会出什么好货？你小说看多了吧？虽说江大师打眼了，但这个小孩怎么可能切出好货啊？就是，没看到这小孩选的原石是从废料里面找到的吗？这要是能切出好货，我当场吃了。小风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那就好。还有把握？这要是能开出好东西，我江芊芊的名字倒着写。唉，徐总也算是英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，怎么会相信一个小畜生的话？不信他，难道信那块一文不值的石头吗？我什么我？事实摆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狡辩的？我爸虽打眼了，但随手一挑也挑中了帝王绿，只能说时运不佳，遇到了这种裂缝多的罢了。笑话，这就跟考试一样，你过程写的再对，答案错了还不是0分？好了，芊芊，别跟他们计较，事实胜于雄辩，咱们等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也对。徐总，是您来呢，还是让这位小朋友来？小风来吧，毕竟是他挑的。好，你可小心点儿，别到时候砸到自己就不好了。砸是不会砸到我，就是希望你能擦亮眼睛，好好给我看看这块原石能切出什么东西来。什么？哇！出货了！出货了！这是极品帝王绿，大涨大涨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完了，被这个小畜生挑中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！小朋友，这帝王绿你出吗？你出的话，我愿意给1000万。1000万？你在骗谁呢？小兄弟，我愿意出3000万。这可是极品帝王绿啊！按照这个面积，完全可以打造出一尊玉佛出来。3000万你们还想买？做梦吧！小兄弟，我愿意出5000万。我出6000万。我出6500万，我出6800万。小风，你真开出了帝王绿！徐姐姐，我说过，只要你信我，我就能办到。我信你，我当然信你啊！恭喜徐总，贺喜徐总，有了这块帝王玉石，你一定能在总督大寿上大放异彩。给我站住！恭喜徐总，贺喜徐总，如获至宝啊！恭维的话我听腻了，咱们还是履行赌约吧。什么赌约啊？徐总，楚天，你是想赖账了？徐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小孩子随口一言，你怎么当真了？就是，我老丈人好歹也是业界泰斗，真要给这小子下跪磕头拜师，这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？那我不管，方才是你们咄咄逼人，现在输了就想跑，没门儿！江大师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徐总，赌约我认，但磕头拜师就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江海退出玉石圈，您看如何？不行。徐总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徐总，您真的要为这个小畜生得罪我们吗？我徐若雪说的话从来不会重复第二遍，认还是不认？爸，咱们走。走去哪儿啊？看来今天我要栽在这儿了。爸，你不会真的要给那个小畜生磕头拜师吧？
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我操，这跪了！御史界泰斗江大师竟然真的跪了！哎，江大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！爸，徐总，您看满意吗？满意了。好，徐总，咱们山不转水转，走着瞧。万特助在，给小峰的账户上打1个亿。好。小峰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，徐姐姐？明天就是总督大人的寿宴，我想带你一起去，让你也认识一下总督大人，对你未来也有一定帮助。没问题，徐姐姐。好，那我明天派人接你。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啊！爸，您千万别动火。楚天，你别走来走去了，快想点办法。这口气我们江家绝不能忍。办法？哪来的办法呀？以徐若雪的能量，一句话就能弄死我们。我们跟他斗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哼，谁说的？爸，难道你有什么办法？说你们是榆木脑袋，你们还不承认，动不了徐若雪，那就找个能动她的人帮忙就行了。爸，你这是在说笑吧？整个江省除了总督大人以外，谁还能动得了徐若雪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找总督大人帮忙？不然呢？可总督大人何等身份，岂是我这种人能巴结的？蠢货！爸，楚天说的也没错，我们哪来的资格巴结总督大人啊？我问你们，明天是不是总督大人的寿宴？既是寿宴，那不就是巴结的好机会吗？爸，我当然知道寿宴是巴结的好机会，但我们拿什么巴结？拿我那微不足道的公款巴结吗？就算我想，人家也看不上啊！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倩倩，你忘了吗？我除了是御史界泰斗之外，我还有一个身份。还有一个身份？您是说造假？真是晦气啊！一下车就遇到了这个小畜生。这小畜生是不是属狗的啊？怎么到哪都跟着？昨天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非要我继续教训你们一顿才满意吗？教训？你要是有本事，现在就给我点教训啊！你，徐总，冷静，他是故意激怒你，好让你动手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去找总督大人告状了。我知道。怎么，昨天还意气风发的徐总，今天怎么这么怂了啊？楚天，今天是总督大人的寿宴，我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。等寿宴结束，我慢慢陪你玩。玩？徐总，您打算怎么玩我啊？我还是第一次被女人玩，您可以温柔点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，徐总，咱们走。徐姐姐，这两个人一定有什么问题，否则的话不至于这样。我也察觉到了，不过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。老公，你太棒了，真解气啊！必须解气。咱爸可是给了我们一个宝贝，只要把这个宝贝送给总督夫人，以后在江省，他徐若雪算个毛啊！对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。龙腾集团董事长徐若雪，徐总到。徐总，您来了啊！徐总，好久不见。徐总，久仰久仰。诸位老总，幸会幸会。徐总，县里处在这儿。好。徐总是我们江省龙头企业的老总，我倒是想看看他会送什么贺礼。以徐总的身份，所送之礼肯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。哎，走走走，一起看看。哎，哦。徐总，您的礼是什么？我好登记。今总督大人寿宴，龙腾集团聊表心意，赠玉面佛一尊。此佛由极品帝王绿打造，价值过亿，还望总督夫人笑纳。好，
徐总，你有心了，有心了啊！这徐总就是徐总，一出手就是王炸。哇，帝王绿本身就十分罕见，能打造出玉佛的更是罕见中的罕见。看来总督大人手中的千亿投资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唉，区区一个帝王绿打造的玉佛，也值得这么多人围观吗？这人谁呀？怎么这么大的口气？不知道啊。极品帝王玉佛在他口中竟是一般货色，那他要送的东西该是何等物品啊！夫人，在下辉煌集团董事长楚天，这位是我的夫人江倩倩。哼，辉煌集团，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。对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兄弟，你刚才说这尊玉佛不过一般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什么？就凭我今天送的礼是价值连城、举世无双之物。价值连城、举世无双？小伙子，我劝你说话还是稳重点。就是，你这种名不见经传之辈，也配说举世无双？井底之蛙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稀世珍宝。各位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这帝王绿、玻璃珠、变异紫、鸡血红，这难道是传说的五彩斑斓石？算你有眼光。稀世珍宝，稀世珍宝啊！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如此贵重的宝贝。夫人，此物名为锦绣前程，由稀世珍宝五彩斑斓玉雕刻而成，其价值无法估算，还望总督夫人笑纳，也寓意总督大人步步高升。好，有心了，有心了啊！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辉煌集团董事长。对，辉煌集团董事长。好，我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在总督面前提提你。像你这种有孝心的人太难得了。夫人说笑了，能尽孝心我已经很满足，绝不敢多想。好，不对劲！若雪，什么不对劲？难不成是这块玉不对？不是，夫人，我只是很好奇，他一个小小的公司老板，有什么资格能买到如此稀世之物？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问题。对，徐总说的对。他这种人也配如此稀世珍宝？有道理。难道这块玉是假的？有可能。好啊，你竟敢戏耍我！夫人，我怎么敢戏耍您啊？既然不是戏耍，那你解释解释，你哪儿来的稀世珍宝？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我老丈人是玉石界泰斗江大师。他得知总督今日寿宴，特意向一位大人物求了这块玉过来。不信的话，您大可打电话问问这块玉石的原主人。好，那我就打电话问问。您请便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块玉石应该是在玉石界泰斗张大师手中。我前段时间正好在他那里学习过玉石的知识。夫人慧眼识珠，此物正是张大师珍宝。好，我现在打电话问问。不对劲，这个人渣不可能拿得出这种东西。要是能拿得出，上辈子也不至于为了几百万害死我。啊！楚天的胆子可真大，为了扳回一局，不惜以身试险。小风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不对劲？我看。徐总，我知道我献的礼比你贵重，你嫉妒我，但你也不能信口雌黄啊！什么叫看出了什么？我这东西就是货真价实的真品。楚天，别人或许会被你骗，我徐若雪怎么会听信你的鬼话？你要是能拿出这种宝贝，我徐若雪跟你姓。此物是真的。
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徐若雪，哦不，楚若雪，你自己不行，别说别人不行。爸，您难道要造假吗？我朋友家有一尊稀世珍宝，名为锦绣前程的玉石，只要我动用毕生所学，定能高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出来。到时候你们拿这个送给总督大人，我相信总督大人一定会对你们青睐有加。高仿，爸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万一被看出来了可怎么办啊？你懂什么？我造的假，就算是顶级专家来了，也看不出任何问题。就算看不出，万一他们问一下你的朋友怎么办？这更好办了。我跟他是生死之交，只要我打个电话过去，他一定会帮我圆这个谎。到时候这个赝品就是真。总督刚募集到了1000亿资金，准备从江省有名的企业当中选择一家进行合作。可以说，谁能拿到这1000亿，谁就能成为江省的龙头企业。那意思说，这个送礼环节其实就是一种投名状，谁送的东西最贵，谁就能拿到1000亿投资。倒也不是，1000亿投资这么大的项目，不可能因为你送礼就给你。不过，你要是送出了满意的礼品，就算拿不到1000亿投资，也能拿个几百亿。再不济也能得到总督大人的青睐，未来也一定是步步高升。原来如此，楚天啊楚天，我本不想慢慢跟你算账，但如今你犯到我手上了，那你就等死吧。夫人，寿宴马上开始，咱们要不要先把东西收到里屋去？好，听你的。宾客入席，寿宴即将开始。等一下！小王八蛋！你又捣什么乱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总督大人的寿宴，你要是胡闹的话，就算徐若雪也帮不了你。小风，不要乱来。徐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可不会乱来。哪里来的小孩，在这里胡闹什么？夫人，这孩子是徐若雪带来的。若雪？夫人，他是我弟弟，我带他来见见世面。若雪，你要带人进来，我不管。这么大的场合，可别胡闹。奶奶，我没有胡闹，我只是觉得不对劲。不对劲儿？什么不对劲儿？我觉得这块玉石不对劲。什么？小畜生，你再敢胡说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巴？楚天，你给我松手！夫人，您千万不要听信这个小屁孩的话，这玉石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夫人，您刚才打电话问过张大师了，这块玉石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对，张大师说过，他已经把这块玉石送给了江大师，也就是你父亲，所以这块玉石没有任何问题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小孩赶出去，不要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了。夫人，你要是替他求情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，连你一起赶出去了。我不要！完了，完了！我的稀世珍宝啊！小畜生，你竟敢摔碎如此宝贝，我要你的命！徐若雪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这个小畜生吗？英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怎么带这么一个熊孩子过来？好了，价值连城的宝贝被摔碎了，这人疯了吧？这都敢摔？夫人，家父用尽一切换来的宝贝竟被这个小畜生摔没了，还望夫人替我们做主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做主的。来人！夫人，我弟弟千错万错也是我的原因，这东西多少钱？我全部赔偿。
赔偿？你拿什么赔偿？这东西有价无市，说是无价都不过分，你赔得起吗？就是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帮不了你了。徐若雪，你放纵家人，肆意妄为，今天我要连你一起惩罚。来人，给我把这2个人关进大牢，我要严惩。等一下，夫人，您仔细看看，这摔碎的玉石，到底是玉石还是什么？这不是玉石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别听这个畜生的话，赶紧抓进牢里！对，赶紧抓进去！等等，不对劲儿！这不是玉石，这是玻璃啊！什么？还真是玻璃啊！这玉石里面怎么会有玻璃啊？难道这是假的不成？夫人，我该死！我不是人，求求您饶过我这一次吧！夫人，我们也只是想表达一下孝心，没有其他的心思，还望夫人饶过我们啊！饶？我今天要是饶过了你，以后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骗我？来人，给我把这2个人送进大牢，我要好好的惩戒他们一番。是。夫人，我求求你！夫人不要啊！住手！总督大人，今天是我的寿宴，打打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老公，是他们。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能参加宴会的都是江省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以和为贵。行吧，看在总督的份上，今天我就饶了你们。好了，寿宴开始吧，我还有重要事情宣布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奶奶，我叫楚风。楚风，这名字好，不过都是姓楚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一个卑鄙无耻，一个有勇有谋。夫人，寿宴要开始了，咱们还是先过去吧。小风，等寿宴结束，来奶奶家做客哈。一定的，奶奶。小畜生，三番两次坏我好事儿，我要是不弄死你，我楚天我枉为人。等寿宴结束，咱们一定要报仇。诸位贵客，请入座。让我们欢迎总督大人。诸位，感谢各位参加我的寿宴。今天除了过生日之外，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要与大家商讨。来了，千亿投资的事儿来了。不知道这千亿投资能分到我们集团多少？能喝口汤就不错了，别奢求太多。我受大夏诸多企业家厚爱，募集到了1000亿资金，用于发展整个江省。而这1000亿资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用处，所以我想趁着寿宴这个机会，请各位一同商讨这资金的使用方式，看看怎么样能够利用这1000亿资金帮助到整个江省。1000亿资金的使用规则。总督大人，请问一下，这资金使用方式有没有具体的范围？
没有明确的范围，但我初步定了3个规矩。那3个规矩？第一，这笔钱必须是要用于发展江省。第二，千亿投资没有规定给几家集团，具体就看各位给的方案，谁家的方案给得好，谁家拿得多，甚至说单给一家也不是不行。第三，拿到投资的集团将纳入江省最重点的企业，所有企业必须要无条件、竭尽全力帮助这家企业，因为我的目标是扶持一个全国顶尖的集团，而不是在江省。哎呀，这么说，谁拿到这个投资，谁就有望成为大夏顶级集团。我看明白了，总督的野心太大了，他的目标不只是放在江省，而是放在全国。全国顶级集团，我做梦都不敢想啊！老公，你一定要拿到这笔投资啊！要是拿到了的话，饶是徐若雪这种人，以后见到你也要低头。放心，我早就备好了课，今天我一定要拿到这笔投资。徐总，没想到总督大人这么有魄力，咱们一定要拿到投资啊！冲击大夏顶级公司是我毕生所愿。冲击大夏顶级企业吗？总督大人，我想问问您，除了这3条规矩，还有其他规矩吗？比如说，提供方案的人有年龄限制之类的。小娃娃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也要竞争一下？这不是刚才那个鉴定玉石是赝品的那个小朋友吗？小朋友，这里可是江省企业高层协商会，你要是不懂，就别瞎说话。如此重要的宴会，怎么跑来了一个小娃娃啊？总督大人，此人是我的儿子，本来是放在家中的，谁知道龙腾集团的董事长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，非要拉我儿子来参加这个重要宴会。我现在就把这个小王八蛋赶出去，以免打扰到诸位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赶他走，快点赶走吧，别在这里唧唧歪歪了。就是，要是传出去了，岂不是要被外省的企业家笑话？楚风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滚回家，这里不是你能说话的地方。楚天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这个时候想起要管我了？小王八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真不敢收拾你啊？还有这事儿？好了，既然是徐总邀请的，那就继续坐在这里吧。哦，好，听总督大人的。总督大人，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，有没有年龄限制？小畜生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总督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你怎么还胡搅蛮缠？楚天，我做什么需要你管吗？况且总督大人都没有回答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了，年龄这块我事先没想到，不过既然你问了，那我也不加限制。总之，只要你们在场诸位能提供出好的方案，我就把投资给谁，不管年龄。谢总督大人。好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就请诸位畅所欲言吧。总督大人，我有一个方案。说，既然要全面发展江省，又要扶持出一个全国性的公司，那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行业的独角兽企业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发挥江省的优势。江省四面环山，矿产颇多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矿资源做点文章，重心发展采矿技术、提炼技术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成果了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你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矿资源本身就是稀缺资源，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开矿资格很难拿到，属于短期内能看到效果，长期来看弊大于利。没想到这个总督大人竟有2把刷子。总督大人，我有一个方案。哦，有什么方案？我觉得我们江省人杰地灵，古建筑居多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发挥这个优势，大力发展旅游业。旅游业有点意思，你继续说。总督大人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目前年轻人的思维和老一辈的思维不太一样，老一辈爱吃苦，年轻的人喜欢享受，而享受无非就是吃喝拉撒。所以如果我们借助江省的文化和底蕴，重点打造旅游行业，那么未来可期。不错，这个想法不错。对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喜欢享受，比如我儿子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出去玩。对，咱们儿子都一样，就是爱玩，花起钱来那是一个不眨眼啊。好，旅游行业可以先观察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了啊？徐若雪，在。你作为我们江省的龙头企业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倒是有一个方案，只是不知道成熟不成熟。你大胆说，说错了也没事儿。好，
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我认为，未来的市场应该会在出海这块。出海？对，就是把国内的商品卖到海外。你继续说。国内的市场行情，不管怎么更改都绕不开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竞争太卷。简单的来说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其他省份的企业也一定会做，甚至为了拿到市场份额，他们不惜花费重金，价格战也好，卷质量也好，总之一定不会让我们过得舒服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提前把目光放在海外，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贸易，我觉得对我们江省来说也是一个机会。好，这个想法很好。部署海外市场，最后结果就是还没有起效，资金就全部没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海外的账很乱，指不定某些心存不良之辈偷偷摸摸的贪污，到时候1000亿的资金能花10个亿就算烧高香了。楚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想贪污？徐总，没说您贪污，您别着急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您不贪污，指不定您下面的人会贪污啊！好了好了，咱们也只是讨论一下。徐若雪，你也别那么激动。是，总督大人。刚才楚天的话我也听懂了，虽不完全对，但你，小畜生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我不管你到底怎么想的，今天你要是敢捣乱，我要了你的命！总督大人，您刚才可是说没有年龄限制，怎么我一开口还有人威胁我的生命？楚天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？总督大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……住嘴！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你让人家把话说完。怎么，你一个做父亲的，难不成还怕自己儿子了？没有，我压根不怕他，我只是觉得他会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对，诸位的时间都十分宝贵，何必浪费在这个小王八蛋身上？好了，既然我刚才已经答应过他，就让他说吧。楚风是吧？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，你要是不说出个1、2、3、4来，你就把嘴闭上，不许胡闹了。谢总督。总督大人，我认为想要惠及整个江省，大力发展旅游业是万万不行的。小畜生，你胡说什么？楚天，你给我闭嘴！楚风，你继续说。总督大人，你想想看，旅游业虽然能带来很多游客，增加税收，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核心竞争力。以文化底蕴来说，西有13朝古都，东有天涯海角景色，南有山水甲天下，北有广袤大草原，诸多数不胜数的风景，凭什么让所有人来我们江省旅游？有道理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江省应该以什么为核心发展呢？我认为，想要发展整个省，那么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市场庞大的行业做支撑。在诸多行业当中，我认为汽车行业很符合我们江省的发展。汽车？对，汽车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搞了半天你也就是半吊子水平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小畜生，我劝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。在座的谁不知道，汽车行业是我们最薄弱的一个行业，国产汽车的份额连市场的10%都不到，可以说是夕阳的不能再夕阳的行业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竟然想让总督大人把1000亿投资到汽车行业当中，你这不是胡闹是什么？楚天说的有道理，楚风，我念你年纪小，
就当你没说，你还是坐下来吧。总督大人，您先听我讲完。还有什么可讲的？那么多行业，非要挑一个夕阳行业，就你这眼光，滚回去上学吧！无知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无知。谁告诉你发展汽车行业就一定是发展传统汽车啊？什么意思？总督大人，我所说的汽车行业不是传统汽车，而是新能源汽车。新能源？新能源电车。传统的汽车是以汽油为燃料，这种方式不仅污染空气，费用也多。正如诸位所言，未来人们的经济会越来越好，而大家经济好了，肯定是买车买房。房子虽说是刚需品，但目前国内建造的房子已经足够大家住了，所以车子将会迎来买卖的高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，能够帮助千家万户省油节能，我相信不仅是车辆销量好，官方也会大力支持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不，总督大人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黄口小儿的话啊！什么狗屁新能源，那都是空口白说的。空口白说？那你好好睁大眼睛去看看海外市场，现在已经有一个做新能源汽车的公司正在冉冉升起。对，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说过新能源汽车，只不过目前市场还没有那么大罢了。总督大人，我认为楚风所说的方案是非常好的。一旦新能源技术成熟，那么新能源汽车一定会重新洗牌汽车行业。想想看，汽车行业是多么恐怖的市场啊！我们要是捷足先登，那整个江省都要再上一层楼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江省1000亿投资，全部投资于新能源汽车市场。这笔投资就交给楚风来处理。万万不可啊！这可是1000亿投资啊！你怎么能交给一个8岁的孩子啊？放肆！总督大人，我丈夫也是为整个江省考虑，无心冲撞您。量你们也不敢。我告诉你，古有甘罗8岁拜相，今天都21世纪了，我为什么不敢让8岁的孩子接管投资？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谁都不要开口了。不，总督大人，你够了！楚天，你要还敢阻止，信不信我现在让你滚出去？总督大人，小子有一事相求。一事相求？你想求什么？我想让总督大人替我申冤。楚风，申冤？什么意思？总督大人，我要状告此人。告他？他犯了什么事？他是个人渣。我妈跟他一同创业，白手起家，赚取千万资产。结果他呢，为了跟小三在一起，抛妻弃子，背叛家庭不说，甚至为了夺取我妈的财产，趁我妈病重，故意不给手术费，蓄意谋财害命，还请总督大人为我做主。竟有此事！总督大人，此事我可以作证。没想到这个人竟是如此畜生，看着人模人样，没想到竟是这种人。总督大人，您千万别相信他的。不相信他的话，难不成相信你的话？来人，给我把他带下去，等我查明真相，依法处理。是。不，总督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哎呀，我们错了，您大人大量。带下去！放开我！妈，我替你报仇了，让这个人渣绳之于法了。楚风，新能源的事儿，你这几天给我一份策划案，一旦没问题，就直接启动项目。没问题，总督大人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好。小风，妈来拿着，你别拿那么多东西。妈，没事儿，别看我小，我力气大得很呢。好心人，给点钱吧，我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清雪，是你？楚天。清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清雪，是我畜生，是我王八蛋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不想当乞丐了，太苦了！滚开！当初你背叛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一天？现在沦落成乞丐就想着后悔了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清雪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呀！